来，听恁呱呱老师听通日好。好，撒下来提只动作，将你个双脚合起来。好，慢慢的抽下气，食物不用到体内当个轻松时候。好，第二位，你个双脚要打开来，掌脚、左脚跳起向背边，前踩边习惯时候，要记得身体顺起来，莫背鼓鼓。后气双手慢慢的举起来，向毛背打开来，将你个左手慢慢的举起来。好，跳起顺润一片个绕骨。尽量喘出气，好做得感应，你自然将目珠看到当个个位哦。好，慢慢的打开来，再个稳偏走了。好，跳起向毛背喘气。好，手打开来，你会稳偏了，跳太起，手喘起来。好，手转来，身体凑长。好，最每日摆手跳起，喘出气。好，打开大转来，好，撒下来将你个掌手命到左偏个切跳。好，第二位你自然左手慢慢的命到后背个绕骨。好，手把中送你个切跳，顺润你个胸脯。好，第二位目珠做得看到你个侧后方。好，做得感应你慢慢的练习，目珠看到掌后背。好，停留一下，记得跳起哦。好，打开来，稳偏，跳太起转到掌偏。好，做得感应，目珠看到侧后方。停留一下的注意跳起。好，再个日摆双手较稳，做得感应，你个胸脯转向下太力。好，跳起转来，最每日摆，稳能我一偏走。好，你跳起不用轻松转来。好，再个下来，将你个双脚向毛背打开来，脚把中合起来，切跳自然向毛背不用下去。按用你个动作按照那个时，第二位你个双手向跳前面体内下去，身体不用轻松。好，第二位停留一下的，没有记得跳起哦。不你个髋关节，韩国师傅个位数不用轻松来。好，做得感应，你稳能外只方向咯，来到掌偏，强容停留个时间，没有记得跳起。好，双手稳能外只方向，来到左偏。好，目珠做得看到下部个位数。好，顺润绕骨。好，最尾再个转到东岸，身体不用轻松。好，身体慢慢的凑上来。好，撒下来将你个掌脚，按用力喘出去，先不用轻松，身体要凑上来，韩国你个双手跳起向当个合起来。好，双手打开来，第二位要记得你个手为了肩条偏高，掌手向毛背送出去。好，第二位呢，做得感应，牵到你个掌脚，莫是命到体内。筋骨行远感应，手是命到脚趾，左手强容带领身体喘出去。好，强劲天然转上去。好，跳起手打开来，带转来东岸。好，跳太起，手喘出去，顺润绕骨。好，记得咯，第二只位数胸脯会送出去，身体喘气，莫背鼓鼓哦，记得。好，你向毛背打开来，再个日摆跳太起，大摆走都要起到手紧寸紧冲就来到。好，手慢慢的打开来，转到东岸，最尾日摆哦。好，强容顺润你个绕骨。好，第二位你自然强劲不用轻松，目珠看到跳前来。你个左手要带领胸脯慢慢的转到另外一个方向下去。好，强容你个双手做在命体内，冇时系做在牵到脚趾，身体不用轻松。好，左手慢慢的举起来，身体个方向改变。再个日摆跳起，身体慢慢的不用下去。好，跳起向毛背打开来，加入最尾两摆咧，跳起手命脚趾。好，跳起左手举起来，最尾日摆，
安尼强让身体向掌片并轻松，做得个你向蹼十个下去。好，安尼个左手当个打开来，身体转来动昂，双手并轻松，将安尼个掌脚切跳飞飞呐。当好，安尼将掌脚收起来，准备换左脚。好，提醒大家，安尼左偏个脚趾要向当个举起来，唔系向跳天，咪唔系向背。向跳哪个方向？强让切跳并轻松，喊个顺起来，好强让双手夹起来，跳起并下来，左手向旁边送出去，安尼弯偏顺润绕骨，主看到蛋糕。好，打开来身体转来，再高一摆跳太起，安尼手慢慢的顺出去。好，手打开来，身体转来。好，再高一摆手伸出去，再高顺润筋骨。好，打开转来，当好最尾一摆，安尼跳起手伸出去。好，手打开来，带转来。好，再高一摆跳太起，手慢慢的伸出去，顺润筋骨。好，第二位，安尼个目珠看到跳前个方向，跳起左手并下来，身体个方向改变。第二位停留一下诶，向让我记得跳起。好，安尼个掌手慢慢的卡起来，转到跳前个动作。好，再高跳起，手慢慢的灭下去。好，手慢慢的打开来顺气，好跳太起，掌手灭下来，灭到脚趾间。好，安尼手打开来，最尾一摆了，强让安尼手并下去，做得个你身体并很下轻松，顺润筋骨。好，跳起，安尼个手慢慢的打开来，安尼个身体转到东昂，双手夹起来，向当个双手合起来，再个慢慢的并下来，左脚并轻松，飞飞呐。好，撒下来，将安尼个双脚打开来，向毛背。好，第二位要结款咯，但生意冇强让冇相干。假使讲太脚比会同个人，双脚是向地背度，手转来一点点，身体顺气，冇背鼓鼓。好，假使讲做得个人，安尼个脚是尽量向旁边打开来，双手面到体内个动昂准备，身体顺气凑好。我记得冇背鼓鼓，向蹼向跳前送上去。好，双手慢慢的面到跳前。好，假使讲你是做得面到两位没冇相干，停留一下的目珠看体内。好，做得个人，双手尽量面到跳前，向蹼压跳，并到体内当个并轻松。好，停留一下的，本安尼个脚臂肌肉顺润很下到。好，再个把安尼个身体强让，慢慢的转到跳前。好，安尼个双脚向跳前飞飞呐，把安尼个起跳很下并轻松，脚目珠两片扭扭转转呐，发动一下关节，好换方向，向地背度力牵，出来当好。好，第二位安尼个双手准备好，手把中向后背牵到体内。好，换只方向，本大家看很下清楚。好，双脚并跳前，身体个力量要向后背出力。好，记得手掌要入掉弯弯，保持发动图。两片肩跳向后背，出来好，再个将双脚弯起来。好，向掌片并下去。好，跳起，慢慢的带转来，让我一片，发动到髋关节。再个一摆跳起，转来，再个并下去。好，转来，再个并到左片并轻松。当好，跳起并轻松，转到东昂。好，第二位将安尼个双脚向跳前顺起来，喊个身体要顺起，跳起双手夹起来，再个慢慢的面到脚趾跳前。好，目珠看体内跳前，双手做得面脚臂，体内冇是下脚趾。好，提醒大家另外一个方向，本大家看一下。莫背鼓鼓，身体喊个两骨恰恰顺起来。好，向跳哪个方向？我记得莫背鼓鼓，再个练习一摆。
每背久久会记得，韩国的你个身体会恰恰伸出去。当好好的你个手跳起，慢慢的伸出。好10个礼拜送手命到的你个脚趾，慢慢的做到练习是做的命到脚趾，目珠看到跳前身体伸出。好跳起手站起来，10个跳太起，手10个命下去，两骨强壮恰恰伸出。强壮记得跳起，好手慢慢的站上来。假如做每日摆，手慢慢的变下去，要记得跳起哦。停留一下，好双手向东高，10个慢慢的变下来，好10个将你个切跳慢慢的竖转来，乃偏度跳前度冇相关哦。好强壮双手站起来跳起，10个慢慢的变下来。最每一摆，变下来，好，大家做会当好，大家辛苦咧，拜拜。